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 Particle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尋找爆升股嘅小技巧。咁以208金風科技為例，自9月5號以嚟最高爆升接近 70%。點解可以升得咁犀利？咁從消息面上面，我哋睇到 Morgan Stanley 最近上調咗中國風電行業評級。咁佢認為咧，反內卷努力後，板塊或將迎來復甦。Morgan Stanley 指出，經過近3年嘅下行週期之後咧，中國風電價值鏈通過行業自律成功實現咗反內卷，喺2025年實現咗價格同埋整體盈利能力嘅轉機。咁另外，我哋從一個技術圖表分析角度可以見到，9月5號金風科技正式升穿咗保力加通道，形成咗一個強勢嘅上升動能。同時 MACD 指標亦都出現咗一個金叉嘅信號。我哋嘅 MACD 圖形咧，去到零軸上方，而且不斷咁樣去發散擴大。咁金風科技咧，隨後都係迎嚟咗一波上升嘅行情。記得訂閱加點讚，即可用專屬鏈接享受額外的迎新優享。